都特別鼓勵大家同我哋嘅狗隻嘅寵物一齊參與。除咗推廣愛護動物與社區共融，亦都象徵生命間最真誠嘅陪伴同埋痊癒嘅力量。喺無聲嘅並肩前行中，一份溫暖嘅觸碰，一個安心嘅陪伴，往往可以帶俾我哋最柔軟、最堅實嘅力量。馬拉松從來都唔係一個人嘅競賽，喺42公里嘅路程，需要嘅係堅毅、係信念，更加係沿途嘅互相打氣、扶持同埋勉勵嘅同行夥伴。正如教育係一場漫長嘅接力賽，每一位跑手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喺呢條路上面嘅同路人。我希望透過今日嘅活動，能夠讓關愛同行嘅信念跑出校園，跑入社區，最終凝聚係成為推動社會向前嘅溫暖力量。呢個10週年有好多個說法，但係個說法肯定有3個意思。第一就係我哋達到一個國際水平，因為教師會係一個國際水平嘅機構。第二我哋從一個以師範為本嘅學院係拓展為多元學科嘅大學。第三，我哋既然成為大學更加係國家重要組成部分嘅一所公立大學。教大作為香港最大師資培育機構，大部分嘅體育老師都係我哋嘅畢業生。我哋嘅全運會，我哋接咗5面金牌，多謝。